辉好主持的节目，欢迎收听，欢迎收听辉好主持的节目。来收机啦！哼，较细腻咧。心爱小姐，我来看你快乐，加着阮笑面。今夜月娘真正圆，对咱两人笑滋味。袂讲情话，叹一时，叹一时，手来牵手。到河边，应该是快乐的元宵面。我会这人甲你见面，这是咱的缘分吼。小姐，我是讲要甲你做一个朋友，唔知你想怎样吼？也唔惊人爱笑。小姐，听阮来说明，来说明，阮是真情的心意。小姐，好啦。感动。请个查某元宵暗暝过，头项袂闹猜猜，落个炮声耳冲天，大家都是笑嘻嘻。过来伴妹到河边，谈情义，约束快乐好将来。